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又係黎嘉倫牧師，咁啊繼續咧就要同林國章牧師咧嚟做呢個訪問啦。咁啊呢度咧就唔係市政府嘅圖書館，呢個咧就榮光聯合教會咧有一個書室嘅，就叫做榮光書齋。嗱呢個 concept 咧真係好巴閉，好犀利。呢度咁多嘅書啊，真係夠你睇一世啊，唔止一世。咁呢度真係好多書，咁咧多數咧都係全部應該。全部啦嘛，都係林牧師一啲嘅珍藏嚟嘅，咁你願意開放俾大家。咁但係咧就想問啦，點解會有呢個咁嘅概念咧？咁咪想你解釋下，即係或者甚至話介紹一下呢一個嘅書齋啦。嗱，咁其實咧就即係我呢啲書幾十年啦嚇，即係我讀神學到而家今年係40年啦嚇，咁就。我係嗰啲唔捨得抌嘢嘅人嚟嘅，咁我覺得喺書本上邊咧，你就除咗我哋讀書嘅時候，因為要寫 paper， 咁你要揾嗰啲書嚇，咁而我就好感恩啦，我讀過嗰啲書或者讀過嗰啲課題咧，咁我畢咗業之後或者喺教會侍奉咧，我都會追住嘅嚇，即係嗰啲我讀過嘅課題嚇，咁就例如我80年代讀神學，有一科係讀中國嘅近代教會史嚇，咁啊當時我係研究呢個馬禮遜嘅嚇，咁啊到冇耐又紀念馬禮遜來華200年嚇，咁啊我又出咗一本苦路14集嘅講宣教苦路嚇，咁所以我又開始對嗰啲唔同年代嚟嘅宣教士咧就產生興趣啦嚇。咁啊，後來有機會返國內，每一個地方都差唔多有不同呢啲宣教士嘅足跡。唔單止馬禮遜或者戴德生，咁有啲可能你聽都未聽過，但係佢哋嘅故事咧係一樣好感人嘅啊！咁我就透過書本咧，就變咗咧，其實我嗰個書本嗰個範圍好大嗱。咁啊，有陣時唔係我嘅興趣，可能係別人嘅興趣啊。即係我打一個比方啦，我教琴嘅時候。我個琴面上面咧好多玩具嘅嚇，你要乜有乜啊，要車仔有車仔，要 Hello Kitty 有 Hello Kitty。點解咧？因為嗰啲係愛嚟氹嗰啲學生。哦，如果佢中意車仔，我買多幾個擺喺度彈好啲啊，我又送一架俾佢。咁啊，牧會一樣嚇。咁你個教會咩人都有啊，每一個人嘅興趣唔同。咁如果你入到阿牧師個辦公室啊，全部都創世記啟示錄咁咧，即係冇人有興趣同你傾談啦嚇，咁所以好多入到呢個書齋嘅人咧，我哋有個口號嘅，叫做梗有一本啱你睇嘛嚇。咁有啲話唔止啊，牧師，我已經揾到幾本啱我睇㗎啦咁樣嚇。咁咧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接觸面啊，特別我哋香港人嚟到咧，即係我都受緊呢個苦啊嚇。你想揾本中文書唔容易啊，或者你想揾本啱睇嘅中文書都唔容易嚇，咁啊呢度咧就睇到你唔睇啦嚇，咁同埋當然我又要抗衡啦嚇，咁我諗我唔止聽過一個人嘅嚇，咁啊依家啲人都唔睇書嘅嚇，即係睇手機睇咩嘢嚇，咁我亦聽過有個人咁講，冇人聽古典音樂㗎啦，咁我覺得嗰啲人可能講緊某一方面嘅事實。另一方面嘅事實，而家嗰啲古典音樂家咧，越嚟越年青，越嚟越勁啊！嚇，哇！你表面睇唔到啊，你唔覺得有人練緊琴咩？好多人喺度做緊嚇。你話有冇人睇書？嗱，咁所以我哋唔好俾一啲説話咧，即係打沉咗你嘅意志嚇。亦咁我希望對抗呢啲啦嚇，即係個潮流文化或者個個都係啲咁。但係如果你有機會坐喺度嚇，咁我都整咗唔同嘅 corner 啊，咁你可以一個人班人喺度大家討論，咁咧就我亦希望有啲時間可以招聚到啲人嚟呢度分享啊，搞一啲閱讀嘅沙龍啊，即係分享大家唔同嘅心得啊，一個聚腳點啦，可以話亦係多一個理由俾啲人嚟到呢個教會嘅地方啦嚇。呢個開放時間究竟咩鐘數或者咩日子可以入嚟咧？嗱，即係基本上咧，由於呢個教會咧就得我一個嘅啫，咁所以我基本上我嘅活動範圍咧，
唔喺屋企就喺呢度啊嚇。咁所以大家可以隨時歡迎嚟啊。咁啊，因為由於我 one man band 嘅緣故啦嚇，有陣時行出行入啊、開會啊等等好多嘢咧，咁就可能你摸門釘都唔定嚇。你即係賣個關子，真係乜嘢書都有，中文書又有啊，英文書又有啦，信仰嘅書又有啊，神學書又有啊，歷史書又有啦，乜嘢都唔係都有，周潤發、周潤發都有啊。張學友，所以咧就周星馳係，如果你係即係想睇中文書啊，突然間又或者想揾一個好寧靜嘅環境坐低啊，咁冇人逼你走嘅啊，咁啊你可以睇下究竟呢度係咪真係一定會揾到一本書啱你睇嘛？你考佢咩話？梗有一本啱你睇。梗有一本啱你睇。